入第2季羽量级的决赛当中，不出所料的出现了中国德比。藏族选手一扎已经是我们熟悉的面孔，首季决赛悍赴进入 UFC 的步伐值得调整。次年迎来第2季，一扎为梦想再出发。首轮降服对手，他轻车熟路；次轮全腿拼打，3回合优势胜出。2年5场比赛，他在用富有统治力的表现提醒所有人，他已经具备了 UFC 水平。另一位中国选手，绰号黑马的李凯文，口才出众，总是能让自己带着话题和期待走进赛场。锦标赛首轮，他和吕凯互放狠话，让比赛关注度急速升温。比赛刚一开始，便呈现上一场短兵相接、拳拳到肉的火拼恶战。李凯文像预言家一样兑现着他的承诺，黑马之姿名副其实。2月4号，2位中国顶尖斗士会师决赛，但最终只有1位胜者能够笑到最后，拿下 UFC 的合同。